亲爱的兄姐，大家午早平安。平安。咱即马要来敬拜赞美主，吼！咱一首先来唱《我来祝福你》。喜乐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开阔的心内，有主的同在，咱无搁受灾害。上帝手赐福气，予咱温暖满满心。咱来彼此相贴合，彼此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典这呢大，感谢秋水一路过。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令。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典这呢大，感谢秋水一路过。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令。这首歌伊讲，伊要来祝福咱，所以咱若是伫上帝的怀抱，咱若相信伊，咱拄着虽然咱有时会拄着灾难、无平静，但是咱犹原会得到保守。喜乐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开阔的心内，有主的同在，咱无搁受灾害。
诗篇23篇是一篇真水的歌。我邀请大家开嘴，和我做伙来学乐。罪，怜悯我们的软弱，分担我们的忧愁，坚固我们的信心。神给我们的勇气和力量，帮助我们克服了生活中一个一个的困难。亲爱的天父，因为有你，所以我们样样都有。你是我们的一切，感谢你对我们的爱，在我们生命中有你就够了。阿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牧者，我无欠过一件，伊予我倒伫青水的草坡，带我伫安泉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静，因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的山谷，也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对我对定面前，为我摆设下，应由我的头壳，予我的背幕，稳定主必定靠，对我指示人。我要行去你耶和华的厝，你高引我。你对我对着面前，你对我对着面前，为我摆设下，应由我的头壳，予我的背幕，稳定主必定靠，对我指示人。我要行去你耶和华的厝，你高引我。所以咱来唱这条，牵我的手，就是耶稣上帝，伊拢咧牵咱的手，所以咱不三时拢跟对伊。牵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莫离
的手，请你甲我作伴，予我的脚步平安稳定，行到你的真正，听着你的声，甲我讲，你爱我的囝。上帝是安怎样啊疼咱？无论咱是顺境逆境，伊拢会甲咱牵手，甲咱斗阵行。咱会当度过迄个难关，咱嘛会看到喜乐。所以咱就爱时时甲主的手相牵，斗阵行。牵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这条路我搁要行，我需要你来作伴。牵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有时我会惊，有时不知安怎行，有时刚刚也为着你的声。牵我的手，请你甲我作伴，予我的脚步平安稳定，行到你的真正，听着你的声，甲我讲，真爱我的囝。牵我的手，请你甲我作伴，予我的脚步平安稳定，行到你的面前，听着你的声，甲我讲，真爱我的囝。感谢主，主牵咱的手，咱嘛爱紧紧来对着主的脚步来行。咱做伙来唱这首《主啊，我要跟对你》。你的话点我心，当我茫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口的时，予我不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好调甲疼痛，坚持一生无变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主啊，我要跟对你。主啊，我要跟对你。
谢主，因为有主的疼，带咱行人生的道路。主啊，求你来帮助阮，帮助每一个兄弟姊妹，阮会当回应主你的疼甲呼召，互阮献上阮的一生，成做主的器皿，用来分享主你的疼，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主。咱搁一摆用回应的心来唱这首《主啊，我要跟对你》。你的话点我心，让我茫茫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疼点我心，让我无外口的心，予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跟对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接续，咱做伙来吟这首你欢喜的祭。听阮的阿爸爸，
阮带着欢喜甲渴慕的心，来到主你的圣殿。阮感谢你的保守，互阮有够价的稳定，互阮无欠缺。求主你保守阮每一个人的心，牵阮的手，引带阮行义的道路，互阮时常会当献上感谢甲祈祷。接上我要开始今日的礼拜，求你赏赐圣心甲阮伫地，互阮做伙领受主你满满的稳定甲祝福。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搁做伙用祈祷的心来吟这首你欢喜的歌。圣所举手，我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真做你欢喜的事。感谢主，请咱备摆心来准备今日的敬拜。
耶和华赏赐我一切的大恩，我要用什么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谢我的愿。兄弟，即是来吟圣诗25首 A 调，圣诗25首 A 调。万军的主，至圣的厝，是你徛起所在。主耶和华，你所倾大，迄位我大意爱，请起立吟全首。兄弟，请咱即时犹原徛着，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
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徒，上通，罪赦免，肉体归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角来启应。启应文24篇，诗篇119篇。启应文24篇。所行完全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着用什么来称去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你的话将我救活。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爱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日开拆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这是过来吟圣诗115首。圣诗115首。我心仰望十字宝架，荣耀的主替我受罪。我情心无色像樱花。但愿为主隆重放下，请坐着吟全首。
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感谢你的疼痛甲恩典，互阮搁一摆来亲近你。阮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恳求圣神降临圣会中，带领阮的敬拜，使阮受教的心，自信听你的话，搁遵守你的话来行，献光上帝的名，互你欢喜。是阮的主，求你怜悯保守看顾阮的台湾，赐福阮的国家充满主的疼甲平安和平。我执政者有对主来的智慧甲疼心来治理阮所徛起的这片土地。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好了，请圣歌队。
恭守上帝的话，记载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2章第3节。你要伫耶和华的手中做水的王帽，伫你的上帝的手中做冕旒。搁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9章16节到18节、23节到25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9章16节。我传福音，毋是通夸口的事，是不得已拿定。因为若无传福音，我就有灾祸。我若甘心做即个事，就有报赏；就若毋甘心，有责任已经交代我啦。安尼，我的报赏是啥物呢？就是我伫传福音，互人免所费，也会得到福音，免得我伫福音所有的权用到尽。23节，逐项事我因为福音来行，是互我通三甲有分伫福音，兼毋知在场斗走的，逐个拢走。若是得到报赏的，只有一个。恁着安尼走，若通得到。伊若斗力的，逐项事准则，因是要得到会败坏的冕旒；若是咱是要得到袂败坏的。讲道欲在冠冕必成其责，请曾牧师。所听的这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组织伫礼拜堂的内底。礼拜堂是圣洁的所在，是阮敬拜你、条件你神圣的礼拜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接纳阮，用你的手牵阮进入你的至圣所，将你的圣神放伫阮的心内，因为阮会前辈甲阮讲，哪条若无心，就点袂到。赐阮烦恼阮的生命中间有喙无心，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将你的圣神放伫阮的心中，互阮的心通承受上帝你家己。求天父上帝你运行伫阮的中间，将你的话写伫阮的心头。主，互阮知影即个世间的无啊，甲上帝你所赏赐阮的是无共款。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互每一个诚做你的囝儿、查某囝，阮当信的兄弟姊妹，阮会当承受上帝你所赏赐阮尊贵的活命，毋是为着阮家己，是为着要荣耀见证上帝你的作为。愿主你伫阮中间，你亲自讲话，愿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要继续伫对受难周到今仔日，咱要对耶稣基督伊怎样面对伊人生的使命，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圣经，会用这段的圣经为着咱家己的人生来祈祷，祝福你的囡仔。愿咱的囡仔伫上帝的手中，今仔以赛亚书讲，咱伫上帝的手中要真侪荣耀的冕旒，重点毋是荣耀水的帽仔。重点是咱的生命若放伫上帝的手中，咱的生命要改变。所听的也这，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安静听，听上帝伊亲自要甲恁讲的话，包括牧师讲无清楚、无讲的，上帝家己伊的心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题目是来自伫言语中间的一句的谚语。咱中文有中文真水的，咱会讲古早人所讲的话；圣经有圣经犹太人因所讲真水智慧的话，叫做箴言。英语嘛有因真流传、真特别，伫因的社会中间咧讲的。伊讲一顶戴伫你头壳顶的帽啊，迄是无简单的，因为迄个帽啊，毋是在伫伊的水，
甲伊的贵重，迄个无啊是代表你的身份，代表上帝所予你的责任。这句话是对莎士比亚的诗的内底所写出来一句词。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讨讲，主我伫这个世间选择真多，我家己意爱。但是伫今仔日的礼拜，恳求上帝圣神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上帝你所想事我是甚物。到底今仔日的圣经所予咱有甚物种的教示？今仔日的圣经到底要对我讲甚物话？愿咱安静的时，咱甲上帝讨讲，亲爱的圣神，求你将你家己的心意，伫今仔日的礼拜通过圣经，你讲互我听。今日伫圣经中间，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9章，保罗讲到3项真宝贝，伫人生中间，上帝对世间人的应允。第一，就是生命的奖赏，生命有甚物种的报赏？咱来到教会有甚物种的期待吗？亲爱兄弟姊妹，咱做耶稣的学生，对古早到今仔日，咱有甚物种的期待？咱常常听牧师讲，就坦然无惊吓来到上帝施恩做证。亲爱兄弟姊妹，咱每一摆进入这个礼拜堂，你期待甚物？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有智慧，也受祝福。咱将咱的生命上顶先放伫咱的手中，然后咱甲上帝讲：上帝，我将我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上帝，我将我的人生交伫你的手中；上帝，我将我的情绪交伫你的手中；上帝，我将我的欲望交伫你的手中；上帝，我将我的作为、我的计划、我的工作交伫你的手中。然后愿圣神带咱读圣经讲：你伫我的手中，你伫我的手中，你伫我的手中，要真侪荣耀的无啊，要真侪带有权柄、权能的王无。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咱伫伊的面前，咱看见耶稣基督。伫受难周伫中秋节，牧师用一张图片，就是2顶帽啊，一顶是荆棘的冠冕，一顶是黄金做的冠冕。恁会记迄张相片吗？牧师有问恁，伫这2顶的中间，你要选对一顶？当然，多数的人拢爱选迄个有价值的，但是重点就是拄伫这个字，有价值。要用什么来做判断？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即句英语的话，你若要得上帝所想事水的王无，你就知影，当你治落了后，这是一个使命责任的开始。也这你愿意对上帝所予你的无啊吗？愿咱讲，主我愿意。虽然责任沉重，但是愿天父上帝帮助我。然后愿你活当心看你的囡仔，你为你的囡仔发手祈祷，你的额头画十字架，你甲伊祝福讲，愿上帝将一个奇妙的计划，将伟大的使命放伫你的生命中间。兄弟姊妹，咱同心来承受上帝对咱家族极大的祝福甲改变。拄则牧师问恁讲，这2顶要选对一顶？牧师替恁回答讲，选迄个有价值的，但是有价值的，什么人来做定义？上帝讲准算嘛，还是咱讲准算？愿咱认真读圣经，因为圣经讲就准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
上帝有什么种的神会当亲像你？阮何等的福气，会当伫即个宇宙中间正生命的内底，阮有机会成做上帝你的囝子，这是何等的幸福！愿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互每一个求告伊的名的人。今仔日这段圣经真侪咱的金句，今仔这段圣经真侪你每一摆伫你的囡仔头壳顶该画十字架的时，就是代表上帝将一个尊贵、使命、计划、责任，迄个水的王母弟弟的头壳顶，平平拢伫上帝施恩造成做基督徒。但是有时有的基督徒并无重视，主伫咱出世、创造咱的活命迄个时阵，就甲咱定着量身定做的你的生命的无啊！就亲像英国的国王、英国的贵族，今年中间充满一个真大的这个争论，就是哈利王子，伊甲梅根两个人选择讲。阮无爱做即个家庭的一份子，所以你顶的无我嘛无爱顶啊。但是离开英国的贵族了后，搁伫外面讲迄有诶无诶。即个故事咧，甲咱讲，咱并未做一个基督徒，上帝为咱的生命中间有准备。兄弟姊妹，安静听候，恭敬听。当你每一摆伸出你的双手。将你的意念、将你的欲望、将你的意爱甲计划，你用心来甲想讲，主，我将我的心意放伫你的手中，奇妙的代志要发生。因为生命若放伫上帝的手中，会要有真大的改变。这你相信吗？就亲像上帝甲阿伯拉罕讲，你甲以撒。带来互我，兄弟姊妹，那上帝甲恁讲，将你的生命、甲你的主权放伫我的手中，咱愿意嘛？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回应上帝伊的话。今仔日的圣经伊安尼翻译讲，伫耶和华的手中，你要成做华冠。原文的意思讲 ，glory crown of glory， 就是。一个充满阳光的 crown， 就是王冠。英语讲王冠有几种无同款的字，第一个字叫做 crown。所以，咱的信仰的前辈马该，伊体会这段圣经，伊讲出另外一句话，其实应该毋是马该，伊家己首创。伊讲 no cross, no crown， 无十字架就无荣耀生命的冕旒。马该伫咱的教会初代教会建立的时，伊就常常甲伊学生讲：无十字架就无生命的奖赏、生命的冕旒。但是如果你若甲我同款，开始去读苏格兰教会、英语的教会因的日记的时，你会发现 “no cross, no crown” 这个字常常出现。伫迄个时代，苏格兰的教会甲马该伫加拿大的教会，这句话毋是讲就煞，这句话对马该到一生最后的路费。马该最后足歹死，因为马该最后罹患了就是咱咧讲的食道癌，所以后来伊是癌末死的。但是台湾新学院的历史的记载讲，伫马该最后要离开世间的时，有一日的半暝，马该走去礼拜堂，游礼拜堂的钟。伊忽然最后，伊想讲，伊毋知当时困了无醒起来。伊最后有一句话要甲伊所有的学生讲，伊去游钟，所有的人拢醒起来，学生也醒起来，老师也醒起来，大家走去礼拜堂的时。马该伫迄个所在，将伊对上帝领受的心意，甲伊的学生，甲伊的囡仔讲。所听兄弟姊妹，这是一个
有官兵的帽啊。所以第二句话讲，伊就是 royal diadem， 这个字犹原叫做王冠，但是伊个加一个荣耀的、君王的、上帝所赏赐咱的帽啊。但是兄弟姊妹，唔通干那目睭看到这顶帽啊，请咱目睭爱注意看迄个字。这顶帽啊，会通有影响咱，是因为上帝伊改变的。所以今仔日无使用这段圣经，要邀请兄弟姊妹，恁家己亲自，伫恁家己很隐私、家己真单独的事，恁好好面对恁家己的生命、甲生活、甲将来。你若愿意，你甲上帝誓约，上帝再给我一个机会，我要将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上。兄弟姊妹，这种的祈祷，千万年以来，上帝看做宝贝。主啊，佮予我一届的机会，我要将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今日圣经讲，将生命摆上，就亲像耶稣基督。将伊的生命放伫各各他的顶悬，放伫十字架顶悬，毋是人甲耶稣放伫十字架顶悬，是耶稣家己选择十字架。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选耶稣所选的，选毋对，人生就差1800里。人生最大的结局，就是智慧的选择。咱来到主的施恩座前，若毋是圣神的帮助，若毋是圣经的帮助，若毋是圣神的帮助，若毋是圣经的帮助，人的选择常常互目睭袂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你会当问你家己讲：上帝，人生是往正边去，还是人生是往倒边去？是往东？还是往西，所以兄弟姊妹，甲上帝参详，交托上帝。因为自古以来，圣经的教示就是人有迄种要行家己的路的本性，就亲像夏娃，伊选择上帝佫毋好食，但是伊就偏偏甲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伫一生中间有福气。是因为咱选择做上帝的囝子，真实来做伊的囝子。愿上帝所赏赐予恁的家庭，这个囡仔，伊超出咱做士大人的。愿这阵囡仔成做咱将来荣耀。愿这阵囡仔行咱无完成的道路。愿天父上帝祝福恁的家庭。一代比一代，更加承受上帝的祝福。牧师今仔只有2点，牧师伫今仔日的圣经的分享，只有2个祈祷。第一个祈祷，牧师要邀请恁问讲：你敢愿意？你敢愿意将你的生命放伫上帝的手中？愿咱同心讲：主啊，这是我心所愿。阿妹的意思是啥？我心所愿，主啊，这就是我心所愿，因为我这样卑微、这样有限、这样软弱的生命，对今仔日开始，愿你伫你的手中，甲我改变。愿主耶稣甲咱拍开，亲像伊拍开迄个囡仔摕来5块饼2尾鱼，咱拢有机会。今仔日上帝通过礼拜，通过圣经的话，搁一摆邀请咱在座每一个人。你们如果愿意将你的生命摆上，让上帝来做决定，咱也愿意将咱的生命全然谦卑，互上帝来主张。我敢甲恁分享讲，上帝要欢手伫咱的生命中间，为着你，为着我。最奇妙的改变，也即愿咱真侪有福气的一个大家庭，一个教会内底无一个人失落这种的祝福甲应允。
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拄则牧师甲恁分享迄个无十字架就无免流，伊的意思就是官兵甲责任是一体两面，权利与责任是一体两面。所以，等一个牧师要甲这些青年甲恁讲，要培养责任感。一个无责任感的人，真困难伫一生中间甲代志做好。责任感是一个足重要的动机。已经交代我的责任，我无做就有灾厄。这就是今仔哥林多第9章，这段圣经内底有足水的话。保罗讲：我的一生活咧，自从耶稣伫大马色的路上叫醒我了后，我的生命全然改变。对迄个时阵开始，我为耶稣来活。所以我一生最大的欢喜就是甲人分享福音的好处。然后保罗讲，这个责任已经交代我。所以今仔日的新约哥林多前书第9章有3个主题。第一就是上帝要伫咱的生命中间所施乐，伊的生命的免流，生命的奖赏。第二就是圣神要叫醒咱，伫你的人生的中间清楚知影，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这叫做责任甲使命。第三，上帝为着伊所予咱的使命，伊的确要赏赐咱能力，因为官兵这个字叫做 ek，emi，意思就是官能力是对上帝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祈祷，咱甲咱的生命讲：主啊，我将我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改变我，改变我的性情，改变我的习惯，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改变我内底血气，互我的内面充满的就是上帝你家己。愿天父上帝来听咱的祈祷。上帝甲咱讲，要啉清气的水，就摕清气的杯仔来啉。人若清气家己，脱离世俗卑贱的事，就要做贵重的器具，食做圣洁，下主心意，伫将来行各种的好事。既然都有因有果，果就是正做上帝重用的器具，因就是人会回应讲：主啊，我决志，我要脱离卑贱的事，我要过圣洁的生活。因跟果，因信就称义，因信就得救。这就是信仰的奥妙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开始准备咱家己。圣经讲，准备咱家己。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9章讲，人的操练为着赛跑，伊就要有真侪的节制训练。这些训练就是今仔日保罗佮甲提摩太讲的话，伊就是准备你家己，预备，为了将来上帝荣耀的时刻，为了上帝伫恁的将来，恁成长来，最后上帝要互恁伫人生的舞台顶悬扮演某一种的角色的时，不要偷懒，要预备自己。当你的同学用足侪时间咧打电游、手游、电动玩具的时，牧师阁一概甲恁提醒：公平，你将时间放伫什么上的代志，你将来收的就是什么种的结果。牧师要鼓励恁将恁的生命甲时间投资伫上帝所欢喜的生活的方式。时间是足宝贝，恁伫少年的时阵，恁袂感觉时间的重要，但是有一日恁到牧师这个年纪，恁就会慢慢知影讲，夕阳无限好，
人的人生，愈是到最后才会知影讲时间的重要。所听的青年，愿上帝圣神祝福恁，恁家己爸爸妈妈的肩胛头。上帝祝福恁将来成做伊手中荣耀的冕旒，甲贵重的器具。所听的姊妹，阿们嘛。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一日，带咱的家庭，带咱的事世，咱行正确的路。愿天父上帝将伊的祝福放伫咱的中间。在这个世间有小可物件是人若死得了啊，但是有一种的生命是人困去了后，生命的精彩才拄拄开始。伫人类的历史中间，毋是好野人写伫历史的最后终局，嘛毋是讲遐个外口读册的博士，因为伫人类中间历史留名到世世代代，互人纪念的，有的是罪人，但是因为伊伫上帝的面前悔改，伫历史的中间，互人纪念，毋是因为伊真好野，常常拢是因为伊做了一个人类毋敢去做牺牲的工作。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是要互咱的生命成做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所以保罗讲，不能朽坏的冠冕，到世世代代，你的囡仔行行顺顺，拢要讲起。阮的祖中间有某某一个人，伊是台湾第一的。我的祖中间有一个人，伊是怎样。上帝将一个荣耀的生命，无一定要黄金做的，但上帝将一个生命伊的品格、伊的生命的特质，放伫咱的生命中间。咱要成做永活的人。所以今仔圣经中间，互咱三句话：第一就是赏赐；第二就是责任；第三就是权柄。阮今仔开始，咱甲上帝讨这三项，就亲像保罗讲：信、望、爱。信是甚么？信就是相信我所倚靠的上帝，伊要为着我的生命做奇妙的事。信，我信伊。爱是什么？爱是我天天都活在上帝的慈爱里面。听是甚么？听就是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人情世事，拢袂当赢过上帝伊的慈爱。阿加佩。望是甚么？愿望就是上帝将有价值的事放伫将来。因带我，互我为着这个愿望来流汗，互我为着这个愿望来牺牲，互我为着这个愿望拍死无退，热情向前行。愿天父上帝的圣心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读有今仔日保罗写伫哥林多前书第9章的内底。我毋知恁有伫拄则咱牧师带咱做开始会祈祷的时，我毋知恁有互迄句话望着你的心。牧师安尼祈祷讲：主啊，无得互阮成做一支无心的蜡条。我毋知拄则牧师咧邀请咱做伙同心祈祷的时，你敢有体会到这句话？咱的生命若无上帝话伫咱的心内，咱真困难成做上帝光明的囝子。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欲戴冠冕，必承其重。但是牧师甲伊改做今仔日的题目讲：欲戴冠冕，必承其责，责任的责。因为这顶帽啊，上帝将伊放伫咱的生命顶悬，咱戴落去，行到任何的所在，咱拢代表主耶稣。上帝将一个新的画面放伫咱的生命中间，咱行到任何的所在，拢代表主耶稣。这是一个品格的帽啊，
这是一个能力的无啊，这是一个官兵的无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牧师拄则已经分享哈利，毋是哈利波特，哈利甲梅根出世伫基督徒的家庭，咱的囝儿怎样看基督徒的身份？出世伫伊丽莎白英国女王的家庭，哈利安怎看伊自我的角色甲身份？当然，人有选择的权利，但是兄弟姊妹，请问你要用什么种的态度来面对你的信仰，甲你信仰的身份？愿主对咱讲话。责任伫圣经中间是一个足特别的字，叫做 oikonomos， 伊是对两个字来 oiko。这个字就是家庭啦，厝内。nomos 的意思就是管理，所以这两个字加起来就是管家甲管理。这个字其实嘛会当中，伫我伫一个信仰的家庭，我伫一个角色，伫这个厝的内底，我所扮演的自我的责任甲使命。所以，爱的姊妹，管理好自己，才能管理好上帝所予你将来重要的责任。所以做基督徒读圣经、祈祷、做礼拜，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上帝圣贤的劝勉的话，你会通知影讲你如何整理你混乱的心思意念。通过上帝的话，互你成做有智慧的人。在这个世间的形形色色的中间，咱有判断的能力，通做正确的主张甲选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官兵是甚么？官兵嘛是对两个字来，叫做 ek、emi。这两个字 ek、ek， 这个字叫做 from， 英语叫做 from， 从哪里来的 ？emi。伊本身就是讲本质，我是迄个是啦。人的存在本质是对什么人来？所以官兵伫圣经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意思，就是咱的生命对上帝来，咱的心思意念对上帝来，咱的能力对上帝来。上帝互咱伫这个世间中间，无有任何黑暗的关系赢过咱，迄个官兵是对上帝来。也即若安尼，咱对今仔日的圣经就有真大的一个吸引。我的生命的合法性，我的生命的正确性，我的生命一切能力，是对我所敬拜的上帝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咱有新的决定。你会当问你家己。我过去咧做什么？恁会记得几礼拜前牧师用迄个伊利亚伫咧棚空内的故事，恁会记无？因为着惊，所以甲巴力的祭司伫遐比看什么人的神较伟大。后来伊虽然赢，但是王后起屁面，所以国王的太太王后就要取伊的命，伊就走去比起来。上帝天世界问讲伊利亚。你伫遮咧做什么？所听的姊妹，上帝圣神检查嘛，伫今仔日的礼拜，要问咱讲，我所听的囝儿甲查某囝，你即摆咧做什么？愿咱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无论我即摆过去做什么，但是即摆我要将我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伫今仔日的礼拜经文，牧师要邀请咱斟酌去体会保罗的心，因为保罗讲：“恁请恁学我。”保罗甲伊学生讲：“恁学习我，亲像我学习我的主耶稣基督。”所听的姊妹，保罗今仔日嘛对咱讲：“恁学习圣经的话，亲像我学习上帝所讲的话。”
伫今仔圣经的中间，伊讲到责任跟权柄。一个真正为上帝来活的人，无论伊何去何从，上帝伫伊后壁做伊的帮衬。你若相信，咱就得着。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斟酌来想保罗伊伫耶稣基督所学着的。我毋知你伫保罗的身躯顶悬，你看到耶稣甲伊讲甚物的话？但是保罗是一个初代教会真要紧的信仰的老师。伊讲耶稣为我死，我要为伊来活，会记吗？伊讲上帝将伊的疼，耶稣基督的疼，袂通过长的疼，放伫我的生命的中间。我若果癫狂，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的生命一切的主张热情，是因为我认捌主耶稣是一个什么种的主耶稣。所以听下这，原来伫今仔日，咱问咱家己讲，我所认捌的耶稣，甲我所担着福音的滋味，敢是保罗所甲我讲同得福音的好处？你会问讲，牧师啊，什么叫做福音的滋味？牧师要反倒倒问恁讲，恁来追求这个信仰，恁感觉伫这段年日中间，这个信仰互你什么种最宝贝的幸福？现在你敢有感觉？你来追求这个信仰，给你不同的幸福。一个无担着福音的滋味的父母，真困难教伊的囡仔认捌福音的滋味。对咱细汉到大汉，咱听过几摆，咧讲到圣经内底咧讲的福音的滋味，但是有时对只听，对只出去，咱望咱的心，咱问咱家己讲，伫我做基督徒到今仔日，我感觉真正感觉讲，我真正是足福气的人。愿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将迄个福音的滋味，放伫咱每一个人的嘴唇。阿免嘛，兄弟姊妹，爱开嘴，你才担会着福音的滋味。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醒起来，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你开保罗的目睭，你嘛开我的目睭。主求你，互我有一个新的主张，就是决定，我要成做什么种的人。保罗伫今仔日的圣经第9章17节的尾啊，迄句话，伊讲，责任，伊用这个汉字写责任职分。已经交代我，拄则牧师甲恁讲的责任的解说讲，这个家庭中间的管理，真侪基督徒伫上帝信仰的家庭中间，迄个管理者应该做的事，已经交代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定心安静去想，上帝已经将管理教会，上帝已经将管理家庭，上帝已经将管理家己的基督徒的心思意念，这个责任对我发出要求。我甲上帝讲，主，你讲就是，我要照你的旨意来做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保罗这句话足重要。还我所行。所听的弟兄们，对今仔日开始，到咱一生的落尾，谨慎行事，好无？若毋是好的话，一句无出咱的嘴；若毋是造就人的事，咱较莫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主耶稣讲，我毋是上天，我是踮伫恁的心内，我甲恁做伙到世间的落尾。你讲牧师，我敢有即句话？
马太福音28章20节，马太福音28章20节，就是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因为你去招万百姓来做我学生，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有无？既然我教示恁的，你都教示伊守，这是使命。但是耶稣第28章20节最后迄句话，伊讲：我就永远甲恁相合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啊，这毋免惊。如果恁若相信这个上帝是掌管你生命的上帝，愿你勇敢伫主的面前讲：主，我感谢你，我相信你要甲我同在，直到一生的结束。咱同心来祈祷。求圣神帮赞，将我心中的祭坛定心火热。求圣神怜悯我，互我内底无搁再是一个无大汉的基督徒的囡仔。求圣神帮赞我，将活命顶的心放伫我的灵魂的内底。伫这个时阵，恳求上帝，你的圣神运行，降临伫你卑微的囝子。主，互我伫你的面前，佮定心为着你来活。阮同心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施恩赐福，互阮的家庭，互阮的教会，你的教会，充满你的稳定、权柄、甲能力。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靠你的圣尊名求，阿门。现在这是来吟圣诗307首美调，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谦顺服侍人类路途，互我学你有力通担一切，着无艰难困苦。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准备奉献。
大家请坐。今日我有头一摆来这堂教会，甲阮做伙做礼拜的兄弟。哦，有两个阿公，我想讲孙大哥今仔较低无啊。欢迎，苏荣杰爸爸吼，咱真欢迎你来。我较看都无像孙大哥，就是这个姊妹因来过啊，吼，因来过啊，嘿，因两位，吼，因来第二摆，真欢喜，咱做伙做礼拜，愿上帝祝福吼。感觉其他的人客。当时的兄弟，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咱的一生中，在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听你，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当咱将咱的手拍开向上帝，愿主将伊的主爱放在咱的心内。耶稣听恁，咱即时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祈祷，好无？咱生日的人敢有？伫咱现场中间，美我姐吼，美我姐生日快乐！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新的一年，我伫你的面前，嘛搁一摆恳求主你来祝福，恳求主你用你的恩典的油来换阮的生命中，互阮成做你恩典的记号。求你互阮手捧即个画面的杯，即个杯是一个充满甘甜滋味，无欠过上帝你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祝福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求主你互因。伫你是阮做前，也是你的恩惠，做你生命的帮助，包括心灵、秉承、内核，比我这佩奇、为中和有路者、迄个者、还有者、彩云，愿天父上帝你的圣神甲伊三下地地，互因伫你是阮做前，也是做你的恩惠，做你的帮助，愿伫你面前安尼祈祷。咱来为着验血祈祷吼，验血最近搁做手术吼，咱来为着验血来祈祷。主啊，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怜悯阮的姊妹，伊的身躯欠安，恳求天父上帝你下手伫伊的顶悬，你赏赐伊超过医生的帮助，你所赏赐灵魂体的健康，围累伫伊的生命内底。求天父上帝赏赐伊新的活命、新的稳定、新的出发。主，你纪念你家己的查某囝，抱伊伫你的怀抱，互伊重新得到医治，也得到健康。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给耶稣的性命
阿门。下昼是咱报道教会王清良牧师就任报道教会的礼拜咱若要甲牧师做伙去的人，咱2:15对教会做伙开车出发吼。恁若住伫报道的人，恁若愿意恁会当溪州报道，恁若愿意参加，有想要参加的人恁就直接对恁的厝去参加安尼吼。王清良牧师过去是咱伫二林区真长期做伙做迄个二林宣教中心事工的一个牧师吼，是咱真好的咱的教界牧师，咱愿上帝祝福伊。咱下面来请师傅来报告，请师傅来报告。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祈祷会拜三8点，礼拜堂，家庭礼拜暂停。青社课拜六7点半，教育馆。查经班拜六7点半，教育馆2楼。圣港服侍。后礼拜私会，但中圣长老领事曾家庆兄弟、苏琴、李慧英姊妹出现。林安乐执事甲我本人交代第一组爱餐暂停。先讲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来灵修。基地交通第一，主日礼拜后召开4月份中集会，请中集出席。第二，本主日下晡3点，王清良牧师就任宝岛教会第9任牧师，愿上帝祝福。要参加的下晡2点15教会出发。第三，杨那村执事纪念中学金申请资格，大学70分，高中70分，高职75分，高中75分，国小90分。4月18截止，4月25颁发。第四，疫情期间确保健康，请大家做好自我保护。出席礼拜甲聚会，请戴喙染，请为生日的来代祷。补充报告，妇女，礼拜后妇女请留步，咱的会长有代志要甲大家参详。防范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错误搭换过嘅经证。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代祷；第二，为身心欠阮的兄弟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代祷；第四，为适婚青年的婚姻代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妇林就得去打牙。以上，这是来吟上咏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无穷无尽。请大家起立吟赞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甲恁三个伫地，对即世到永远无尽。阿门。
大家请坐，灭道避讳。